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4月初5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破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在逆境中倚靠神。我们要读约伯记11章1到20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：不要怕，我与你同在，我是你的上帝，你还怕什么呢？我要使你坚强，要帮助你，我要保护你，要拯救你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。奇异恩典这首诗歌，我们常常唱，而歌词是源于约翰牛顿的个人经历。虽然牛顿是在一个没有特殊宗教信仰的环境下成长起来，但他的人生道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起伏和巧合，而这些起伏和巧合通常是他自己桀骜不驯的性格所带来的。约翰牛顿他曾经被英国皇家海军强征入伍，而在离开军队之后，他就开始从事黑奴的交易。1748年，一股强烈的风暴在爱尔兰的多尼戈尔郡重创了牛顿的船只。在航行当中，在猛烈的风暴和危急的情况下，他开始害怕，然后向上帝来呼求他的怜悯，他的拯救。而在这种呼求下面，也是象征他在信仰属灵上面的转变。最后他能够平安的脱离这一切的风暴，而他的船只停靠在史威利这个港湾维护和修理的这段期间，他写下了《奇异恩典》这首诗歌的第一段歌词。但在这之后，牛顿又继续从事他的黑奴贸易，直到1754年或者是1755年，他才彻底结束了他海上的事业，并且他开始来研习基督教的神学。逆境其实是人生当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。当我们面对挫折、痛苦和困难的时候，往往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很无助或者绝望。透过今天我们所看11章的经文，我们可以学习约伯如何在逆境当中倚靠上帝，寻求他的力量和带领，能够从他得到祝福和激励。我们可以在困难的当中，你随意来倾诉你对神之间可能甚至包括埋怨吐露你的心声11章的重点在于关于约伯的朋友所法，他对约伯的回应。他很强调说，上帝的公义、上帝的智慧还有上帝的能力远超过我们的智慧跟能力，因此上帝的审判绝对是公正的。所以所法在他的回应的当中他其实有在跟约伯说，你要承认你自己的罪过了。其实他在指责说，你会碰到这一些的苦难是因为你的罪，所以你需要悔改归向上帝，相信他可以原谅你、赦免你、拯救你。然后我们都知道约伯，包括约伯本身也知道，我是无辜的我哪有罪？我没有。在这种逆境还有困难当中，还有朋友的指责，他开始质疑上帝，你真的公义吗？但是所法还是依然固执的照他自己的想法鼓励约伯，你要相信上帝你要在上帝的面前谦卑要认罪在面对这种困境的当中，我们也许会像约伯一样，真的很无奈、很无辜甚至质疑上帝的公义和智慧。但是我们需要明白，神的智慧
跟能力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。上帝可以看到一切，明白万物的真相。上帝的审判是公正的，他不会冤枉任何人。在同时，说法的话也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需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过，因为我们都是软弱，可能我们不像约伯这样完全正直。我们需要悔改来归向上帝我们的罪可能会拦阻我们认识上帝，或者是领受上帝的恩典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也相信说上帝是公义的。当我们认自己的罪，他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可以做，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软弱，我们愿意承认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困境。因此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来临的时候，苦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相信上帝有他的智慧跟能力。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或者是悔改归向神，神是公义的，他必为我们伸冤，并且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目前所面对的苦难。我们一方面可以学习说法，他对神的那种公义性的信靠，或者是那种想法。我们应该寻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跟真理。真理从哪里来？就是要读圣经呢。相信神可以为我们带来这样的拯救或是帮助。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学习上帝的话语来建立跟上帝有更深层的关系。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祷告和读经，我们可以更加认识上帝他的心思意念，并且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跟平安，并且他怎么样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语，他按照他的信实来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丰盛里面。约伯的故事其实提醒我们，当我们经历这些的困难逆境的时候，不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应对，而是要仰望上帝的帮助。可能我们会面对健康的问题啊，家庭的问题啊，职业的挑战，经济上的困境。不管是什么样的挑战，我们都可以来寻求上帝的带领，你都可以向他来倾诉。而约伯的朋友在尝试鼓励约伯的时候，却犯了许多的错误，包括不了解他的痛苦和尽力指责他的罪。其实这也在提醒我们，在尝试帮助别人的时候，要小心谨慎不要先入为主，不要轻易指责、论断，甚至是审判，而忽视了别人的感受。相反的我们愿意倾听别人需要，并且能够提供实际的帮助和支持。我们来默想，当我们遭遇逆境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会像约伯的朋友一样，过分强调罪的问题，而忽略神的慈爱和恩典呢？我们是否会需要重新来认识上帝的属性，以便在逆境当中更有信心来依靠上帝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在我们面对逆境和困难的时候，仍然与我们同在，是给我们智慧跟力量，面对我们的困境。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一些困境，我们寻求你的帮助和带领。求你帮助我们像帮助约伯一样，相信你的智慧和能力，并且相信你的审判是公义的，不叫我们质疑你的公义和智慧，而是相信你一定可以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。如果是我们自己的罪恶导致这些苦难，
求你赦免我们，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洗净我们的罪，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些的困境。让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相信都有神你美好的心意，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能够在信仰上更加坚定，并在困难当中经历上帝你的大能和奇妙的作为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喜乐，你的信心可以更加坚定，来信靠上帝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